察无罪，陈忠文警察无罪，警察开枪无罪。警察开枪无罪。好，台湾的法院用惯司法追杀我们的人民保姆，为了博得伪善人权美名，我们是台湾公民，真的忍很久了。警察没尊严，警察没尊严，百姓没安全，百姓没安全。反督镇3员陈忠文警察，反督镇3员陈忠文警察，恐龙不倒，恐龙不倒，台湾不好，台湾不好。你没有听说背后是国家有出钱，只是没有直接。目前还没有，不然我也希望说国家之前的话，我们会给他拍拍手这样子。所以你是觉得该赔，但是国家要出面，因为是国家的责任。如果说是应该要赔，在法律上各方面的机制的话，那应该是要由国家，因为以后或许要有其他类似的案例，那我们赞成说这个案例应该是由国家来赔偿。可是这个。